这个小女孩正在给一个坐着宝马的女人称苹果，女孩一个不小心撑杆打到她的脸。你故意的是吧你？她的父亲冲上前去质问为何打她的娃，蛮狠的两个成年人扬长而去。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女孩叫张望，7年前还在襁褓中的她被遗弃在山上，从此与养父张国华结缘。养父靠着编竹筐将张望养大，至今没有娶妻。张望每日天还未亮就握着手电赶往几公里外的小学，跨过小河，走过山路，日复一日。看到同学们的美丽发簪，他很是羡慕，但家里穷，他没有开口问父亲买过什么。目前最想要的就是能给他解解馋的方便面。常年的营养不良让张望小跑几步都带喘，张望的成绩雷打不动的拿第一，这让后桌小胖心生嫉妒，故意打翻了张望的米饭。他的配菜永远都只有咸菜，而今天他连咸菜也吃不上。学校即将要购买练习册，10块钱对于张望来说是个天文数字。得知父亲没有卖出箩筐，懂事的张望要求跟父亲一起去公路旁卖苹果。年幼的张望不小心将秤杆打到了这位女子，女子一巴掌狠狠地打在了张望稚嫩的脸上。当父亲赶来时，小车已扬长而去，2条鼻血鲜红的挂在张望脸上。父亲赶忙抱起他跑向医院。善良单纯的张望即使被打成血流不止，却还在怪自己不小心用秤杆打到了阿姨的脸，希望有机会能跟阿姨道歉。而就是这样纯真的像天使一般的孩子，老天却给了他一个恶作剧，止不住的鼻血和身体上的异常，让他第一次坐上了汽车来到了梦寐以求的大城市。父女俩要赶往省城的大医院做一次全面的检查。你能想象一对农村进城的妇女在医院里的彷徨和无助吗？瘦弱的张望坐在医院的长廊上，用桶接着自己新鲜的鼻血，好在被一位路过的护士看见，急忙的送到了急诊室。经过医生的检查，张望患了急性白血病，这让原本贫穷的家庭雪上加霜。手术费用初步估算需要30万，这让一个靠编箩筐养家的老父亲犯了难。为了能尽快凑到钱，让张望在医院继续接受治疗，父亲回到家乡，他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低三下四的向乡亲们借钱。一个5大3粗的大男人，此时为了碎银几两显得卑微又渺小。在热心乡亲们的帮助下，父亲终于凑了1万多块，但这只是车水杯薪。村里的首富对张望的事虽然充满了同情，但却选择一毛不拔。生意人最会算计，把钱借给穷人是最不划算的，穷人借得起却还不起。而张望为了能挣钱替父亲分担一些压力，他正努力地跟隔壁病床的叔叔学画画。父亲将家里能够卖钱的东西通通扛到了集市上，内心的焦虑充斥着这个老男人的心，他一声声吆喝着，就像在喊救命一样。父亲站在银行门口的树旁，他神情紧张不安。一个贵妇从自助机刚取完钱走出来，父亲望了下四周，确保时机成熟，他尾随其后，锁定了前方女子的钱包。但突然他停下了脚步，内心的良知始终无法让人跨出当强盗的第一步。他望着自己的双手，感到羞愧不已。在一番痛苦挣扎后，他来到了工地，即使拼尽了全力，一天也只能挣到50元，挣钱的速度根本赶不上张望的病情发展。他再次来到首富的家里，穷人膝下无黄金。此时他跪在首富的面前，恳求他能够借些救命钱。真的没有办法，我借不到钱。首富为他指了条明路，去向一个工头讨要8万块的欠款，能讨到这钱就让他直接拿去给张望治病。父亲终于看到了希望，他来到工地讨要欠款，却不料工头根本就不信他是为了孩子的救命钱而来，被揍了个鼻青脸肿，这让父亲再一次陷入绝望。孩子还在医院等着救命钱，而他已经想尽一切办法都无济于事。张望看到满身是伤的父亲，满眼心疼。一个7岁大的孩子，他懂什么呢？但他好像什么都懂。张望的姑姑建议父亲将张望丢在医院，毕竟父亲1个月的工钱都还不够张望在医院1天的医疗费。把孩子丢在医院，医生肯定不会放任不管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但父亲一口否决了这个可怕的计划。可怜的张望就是被抛弃才被他捡回家的，他怎能再次狠心将之抛弃呢？父亲决定带着张望回老家，这不是他们穷人能够治得起的病。而张望早已看穿了父亲的难处，他在本子上写上了自愿放弃治疗。我是捡来的娃，看不起这病，爸爸，你就让我死吧。这让父亲心痛不已。当父亲得知一颗肾能卖30万时，他的心中再次燃起了希望。虽然这是无奈之举，但为了能救张望，父亲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。但他万万没想到，这最后的希望竟然是一场骗局。肾不但没卖掉，反而还被黑心的骗子骗走了身上仅有的700块。张望的突然消失让父亲心急如焚。自愿放弃治疗的张望会想不开吗？但好在张望只是在医院外贩卖自己这些天画的画。他说他想将画卖了钱，这样就能给爸爸修漏水的房子了。没有钱治病，父亲终于狠下心，含泪带着张望回到了老家。张望终于吃上了自己心心念念的方便面。他第一次开口向父亲要了一个3块钱的发簪，他要求父亲带他去拍了张照片，这或许会成为他的遗照。父女俩坐在学校的草堆上，张望告诉父亲下学期就能上2年级了。父亲哽咽着，他不确定张望是否还能活到那时。
老天不会因为他是个懂事又优秀的苦命孩子而垂怜他，但人间自有真情在。张望走后，负责护理张望的护士小夏向表姐哭诉到当医护人员的无奈。她有着一颗医者心，但面对死亡却感到力不从心。她接受不了张望就这么离开医院回老家等死。当记者的表姐决定和小夏一同前往张望的老家，或许他们能为张望做些什么。很快在表姐的助力下，张望的故事很快登上了报纸，人们开始关注这个7岁的孩子。张望在放弃治疗离开医院后，就已经安排好了自己的后事。我死了，你就把我葬在后山坡上，这样我就能天天看到你，你也能看到我。他为父亲留下了自己最美的照片。他不畏惧死亡，因为他没有选择。报社的总编满腔热血，他要为这个可怜的孩子发动社会舆论的力量。这是一场博弈，温暖与冷漠之间的博弈。这或许是张望仅剩的最后一丝希望。在表姐的努力下，张望的故事再次有了新的突破。各大媒体、电视台纷纷开始报道张望的故事，学校的老师也发动学生们为张望捐款治病。还记得打翻张望饭菜的小胖吗？他哭着求自己的首富亲爹为张望捐款。孩子能有什么坏心眼呢？同学真的有困难，他岂能坐视不管？一场温暖的博弈正在悄悄地进行着，人们不约而同地走进了银行，为张望的捐赠账户上存进自己的一份善意和祝福。张望再次回到了医院进行救治，他要开始与病魔做斗争。一个7岁的孩子在做骨髓穿刺时没有吱一声，你能想象他的坚强吗？曾经殴打张望父亲的工头得知了张望的故事，也慷慨解囊。再铁的心，在面对一个与病魔做斗争的孩子面前，也会被感化吧。被张望用秤杆打到的阿姨，也通过电视得知了张望的故事。她万般悔恨自己当初的暴行，为了自我救赎，她偷偷来到医院为张望预交了住院费。这样的结局看似非常的美好，但等待张望的还有重重关卡。张望剃掉了长长的头发，人们无时无刻地关注着这个小女孩的病情发展。一个被丢弃的孩子，老天爷夺走了她的健康，却又让她因此得到了千万人的宠爱。你说这是福还是祸呢？虽然手术费用已经解决了，但想要找到配型成功的骨髓，又是一个艰难的过程。想要找到张望的亲生父母，比大海捞针还要难。张望在医院里依然坚持学习，他渴望能继续活下去。我想回去上学，有妈妈，我还不想死。我想每天给爸爸唱歌，能重返校园，能一直陪伴自己的父亲。张望化疗期间，陆续闯过了9次鬼门关，感染性休克、败血症、溶血，一路过3关斩6将。可在人们都在期盼着奇迹能够降临在他身上的时候，一次从病痛中醒来，24天未吃上一口食物的张望，吃了一口最爱的方便面，因为食道被划伤，他的生命戛然而止，这是人们无法接受的。张望在遗嘱上交代了自己的后事，将剩余的医药费和自己的眼角膜都捐赠给了医院里有需要的孩子。张望躺在冰冷的床上，带着父亲给他的买的发簪和医生妈妈给他买的漂亮衣裳，他像一个白雪公主安静地躺着。这是一个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，张望用自己的善良唤醒了人们冷漠的心。愿有来世，人间再无病痛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